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的。讲到黄梨糕，我有日本朋友同我讲，因来台湾了的时节，卖贵去的登陆天命都系黄梨糕哦。今边的来宾，伊做黄梨糕，和做口味无相同的黄梨糕。唔但像安尼，看到也的包装，都像的卖贵去，到底有厉害的呢？欢迎今边的来宾，高雄的出行长陈诗伦，诗伦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很多陈诗伦。我是来自苗栗太湖的汉人。诗伦想请问一个问题，吼，你创业到一下已经有一多年的时间了喏。差不多5年。5年嘛，有一段时间的。家庭创业以前，还呢做乜嘅头路的，还呢从细读托业课的吗？哦，我咩托业课毕业的啦，系我喺来高雄做边托嘅海军啊，做边做生意人。做边的时间，还能用来接触到做黄梨糕的咯。安尼讲起来，做喺外头做海军的时候，有的时就要出海，出海一摆做1礼拜啊2礼拜，有的时节外头头去食东西有冇？T3月、T4月开始做冇乜嘅生鲜食品的，外头都开始食嘅冷冻的食品，外头长官啊，做喺外头用顺当的一些乜嘅面粉的啊、乜嘅糖啊，做一些点心啊，像。外头的官兵弟兄加菜啊，外头办伙就会去做野的东西，外头就想讲，来做款啊，安尼，问大家加菜安尼。甲拄安尼无肯无好过，就是甲用面粉啊，用鸡卵去甲变出一道点心来分大家食嘛。一开始就会安尼啊，就会去甲变啊，变来变去，就想讲，好杯就有出来好嘅。唔讲系天拜托部队地度做嘅面包嘅时节，像就加面包面粉嘅，天拜面粉嘅拿出来按太粒，发起来要差唔多按太粒，系烤出来我七家一下相当应该一下七家是唔会使，唔过嘅时节做出来拖顺当嘅时节，他家官兵实体拢讲，班长唔做面包要按好生哦，系因为做迄。安尼关系啊，他家的鼓励我，就慢慢的对呀烘焙有一些的兴趣。所以都说真正无好食，真正无东西好食，是一个东西行出来，他干嘛同咱们成熟都错的啦。系啊。古在电影公布咧，咱们太嘅鼓励，古在推荐过后，都出来创业都有家庭去做一个糕点心类都错的。咁创业的时间，因为上到用做电路的方式来创业咯。因为外头有的时节看嘅报道吼，人拢讲外头高雄无伴手礼啊，我就想讲我做高雄的伴手礼，我就一开始我就想讲，我学一张名，很多高雄，用外头高雄在地嘅水果，乜嘅果子啊，乜嘅原料啊，去做外头高雄在地嘅电路安尼。所以人品牌的名称都高雄。那四十四用的下通来，你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到迄个高雄天29做迄个高饼的高啊，天20上做迄个动物的叫做熊，天后尾高雄做迄个高雄在地城市的高雄安尼。古说呀，44迄没有同做出来黄梨糕的造型啊，迄没有乜个无相同的地方。外头的造型，迄外头的黄梨糕的特色啊，外头的造型，迄一只熊倒立就变到外头的高雄的叫做高字，外头就很叫高雄烧安尼。古说一个造型啊，都隐含咧，应该讲咧，咱有设计啊，你的设计感啊，都迄一只倒立的熊骨伊也形的，都同高雄的狗含咧同样的形的都错的。甲一个中国人的黄梨糕含咧一个造型啊，甲睇做一个黄梨糕，因为烹饪的黄梨糕拢细角角嘛，甲睇研究一种造型的时节，敢有遇到乜个困难？困难是外头也只配方，外头做研究要半年的时间，因为外头
脑杯配方大部分拢做稀稀糊糊的，系啊，俺要去研究配方的时节吼，就唔着用的本质立体，靠体唔会变形啊，所以俺就从做实验强用啊，就面粉多一些嘞，嘛该乱少一些嘞，就按尼做实验，当然拢做动作煮松饮色的。差不多按你试验为半年啊，就这样研究出来的一种配方。古所以土民意安尼创做生养养的一个社会是民意做安尼唔土失败，也失败安尼黄梨糕唔土咱们多。当多，因为差不多会做四五遍啦。四五遍加做失败黄梨糕用的处理喏，是较适合的嘛？做盆嘅。零沙啊，模煮迄朋友拿来食啦。咁唔太假食啦，讲到危险。食到危险。咁而家考牌仲我喺有研究新的口味的时候做失败哈，都拿本个人生啊，你喺度工作人员啊，其实太搞同吞素处理安尼啦。好做。我先谢谢思伦哦。咁都头都有谈讲，咱开始做一个黄梨糕的时候，其实单唱一个造型，都失败这么多。研究的扮演嘛，咁一个失败啊，又不断研究，过然后跟研究跟面对一个问题，在同轮摆之前做回拳的时间啦，所以训练给我们个影响。当然做兵生意年对我影响动态啊，静态影响做迄我的做兵，除系我做个战务准备的任务厅之外啊，我的做使馆的人，我的长官交代乜个事情下来，我就拢会去牢记完成。那长官的交代任务啊，像有的时间，我就会去装个乜个一系列电器啊、温天火啊、简单的。不过较困难种，我就唔要好业图的。有的时间上风台天，有一班长官很爱去给流档，我修理个有无线电视啊。我就唔会修理个天线，我就做去甲反刍啊，无做大天发老朋友们啊，个专业的人。我就做变到做按多年下来啊，好多做係有乜嘅事情發生，我就做想辦法去牢記解決。做得解決嘅事情就沒有困難安尼。這是動態一隻本來學習。咁過來做係我就土地都帶兵咩帶有10幾年嘅，所以對我後輩來講，我就即刻管理我就喺公司啊，我管理我的員工。拢有动态帮助安尼。所以头前12年呢做兵的想法，其实对于后来创业，我面对问题啊，用的解决问题，还有用的去管理员工，其实有这么大帮助错嘅。俺人头都有讲到吼，对私人开发的黄梨糕有这么多冇共用的口味啦。到底係呢有哪道口味？因为黄梨糕，对黄梨啊，到底黄梨糕可以同乜嘅水果合用下，也係。比如讲，咱们坚持要用高雄采铁的水果，也是农产品，也个含恁用的想法，有那道口味，有那道水果同黄梨糕做结合，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像我哋一般一下头市面上大家看到的都係土鳳梨啦，金鑽鳳梨。像金鑽鳳梨，我就主要用我就高雄太叔的金鑽鳳梨來做的。我就含老朋友較無共用的，就用個岐山薑枣，還有個內門的牛年，來做嘅牛年鳳梨糕，古所以頭都算有太叔嘅黃梨，我係岐山嘅薑枣，還有內門嘅牛年咧。講啊，一下下組頭嘅時間，真係講啊，這麼凶嘅事嚟啦。問題用上到可以用一道菜鐵水果咯，係呢有乜嘅原因用上到呢？一定要用高雄嘅東西。因為我自家出來做個電路，我感覺電路這種東西吼，很容易講我就以前人啊，電路做起我就可以去拜訪朋友，以前交通無按方便嘛，我去拜訪朋友，我將等我就握卡有乜個名產啊，我自家做嘅東西啊，像我哋客人同愛嘅醃製嘅東西去送朋友，我就想講，很多我就叫很多高雄嘛，我就愛做在地嘅伴手禮，做用在地嘅水果去打我哋嘅品牌安尼。所以我哋可以透過是高雄嘅黃梨糕，嘛可以熟悉到高雄還有這麼多好食嘅水果，唔單像黃梨土草嘅。所以之前做邊都創業到最後，應該係你講面對這麼多困難嘛。
经去解决5年来，其实你会面对问题，会解决问题，会接受不同的挑战。不过也同样有同高雄一个在地的文化，想要看安伢的产品里不会包装出去，用大家的高雄的时间，可以变成带去送朋友的登录，推一种的心意都错嘅，也係咧创业要开始都错嘅。嘿，所以讲伢都有当多东西，迄高雄限定的，无做迄伢都用高雄的水果，像芒果啊，系高雄的金黄芒果，嘿。佢可以都夏天才有，做係伢都做一些夏季限定的口味，做繁衍他家來高雄的時節，做得來伢都店鋪，平常伢都高雄在地水果製作的係電路安尼。好，謝謝思倫。然後到談嘅思倫，咱們都創業嘅故事，還有到神奇嘅故事，談啊真係咱們上會說咯。咱休息一下，等下再回來，談思倫繼續講下創業嘅經過。頭到談嘅思倫介紹伊創業嘅經過，還有想要同高雄嘅農產品介紹出去嘅心情，觀眾朋友係唔係同我共樣想要來試試一下呢？我哋先請思倫同我哋介紹下鳳梨糕嘅口味。思倫，好的，我哋嘅鳳梨糕一下目前有3種口味。係一種係較傳統的，就係我哋用泰式的金鑽鳳梨做一個金鑽鳳梨酥。另一種我要介紹的就係香蕉鳳梨酥。做得先吃食困難，我哋會香蕉鳳梨酥。讓我研發一種口味，係我哋以前我哋台灣係香蕉王國。去我哋會旗山又係我哋會香蕉輕創業的一個產地啊。我哋當用到嘅香味咧，不過食唔出來都睇後係咧鳳梨糕嘅味絲，不過聽以後嘅用到嘅香味吼，炒下都慢慢地出來嘅咧，這咁厲害呢？像4、5年前咧，然後應該攏有識講啊，就以前因為強州倡導，他家會留去西島邊強州縣，主要各種米土煮嘅度，啊就係香蕉鳳梨酥地度，用嚟講香蕉地度當多營養啊，然後就加到嘅鳳梨酥地度，它的營養價值咩加當多安尼。所以加嘅係呢新鮮嘅香蕉，因為我頭到食啦多南米也好，其實也香蕉嘅香味唔係新鮮嗰種長長嘅味，係呢有一些像就像我頭到講嘅係呢香蕉嗰種香蕉乾嘅香味係，或者係呢用新鮮嘅香蕉去做嘅。其實我哋係新鮮嘅香蕉下去鄉下煮嘅。不過真係咱們貼起咯，因為一個鳳梨酥吼，鳳梨糕，我哋之前食到都可能因為係咧用金鑽鳳梨，其實我有時較酸柔嘅味絲。不過加嘅香蕉過後啊，也係甜味，其實炒會慢慢出來。那不過因為香蕉嘅肉可能較綿較爛，所以我哋炒唔到香蕉。不過香蕉嘅味絲也好，會慢慢地炒嘅時候會慢慢地撇到，真正係咧咱們厲害嘅口味哦。不過一開始係咧用嚟想出來講香蕉嘅加鳳梨，研究嘅過程地步，係咪像頭都講嘅小熊造型嘅鳳梨糕，也同樣有這麼多，咱們扮演嘅聲音嘅過程嘅嘛，失敗這麼多擺呢？一定是有嘅啦。我就會讓我採我過去研究迄種嘅口味，就係傳統嘅口味啊，也下市面上嘅當然可以做啊。我就做講上去個創新嘛，係因為。嘅鳳梨酥唔免我就高雄同佢做天天，我就想去利用更加多種嘅我就高雄嘅水果去做。一開始我就去旗山嗰邊，唔就有看到人同佢賣香蕉乾啊、香蕉乾啊，我就想講一種香蕉乾有做得加到我嘅鳳梨酥地度去，本佢變到採我一種味道我就買來試啊，一開始拿伊迄個口感。香硬啊，留嘅我就會鮮油做唔得好，要後尾我就要加個鳳梨去煮，不過新鮮嘅鳳梨吼，那係無同嘅機器無拉好，煮吼會又會糊脫，會氧化，我就做控制共用嘅香蕉，倒入去煮，當做得煮保持佢嘅營養價值。
本季流动啊，着香蕉、凤梨酥、地肚啊，伊其个米线又做得出来安尼。古所以但像往里边强调也量的水果，我用的去兜风起来，去花的这么久的时间。是做馅料听听啦，大部分的时间拢投给馅料的研发，做差不多做10几摆有哦。10几摆，古所以也个研发的时间嘛，差不多半年嘛。哦，差不多1年啦。几早时间我就因为当年投给做的，我就本来传统的口味投给一天又投给点方卖的嘛，我就做当年做做金米加一些的，做唔得天公伊个。做的时间，我都吃过1摆，做迄一种口味，做安尼慢慢的出来。古所以安尼第其实咧强调开始，甲第其实咧强调吃迄个好土，还有咧水果土迄内门咧牛年咧，甲迄个牛年咧吼，安尼因为牛年咧嘛，迄算有时间的水果嘛，牛年咧有迄新鲜，牛年还咧甜的。黄梨还咧酸的，古所以摕黄梨变牛年的地动，也系嘛吃了这么久的时间，也系用咧还咧牛年干咯。用牛年管鸦片吼，我就先讲用要研发亚种桂圆的口味吼，做迄用的生每年较好啦，人讲做补气啊，桂圆补气，所以讲我就做去研发尤其迄我就给内门的牛年投大冈山这片咩动有名，我就想讲有以前嘅做强调的经验，我就做得吃款啊用迄种的水果加进去。一开始係用牛年做唔講嘅新鮮嘅龍眼，其實無乜嘅味道，我都主動多擺攏做唔得，我就做變做講牛年嘅口味，我就做係變用牛年乾，用牛年乾做倒嘅鳳梨餡增強下煮出來，個做得本地嘅香味做出來。其實除了我三種口味，我哋研發嘅時間，像芭樂啊，嘅燕巢嘅芭樂咩動有名啊，無做嘅。芒果咩動有名，然後就攏試過動多擺，毋過像芭樂做迄多亞下，然後就用嘅研究攏研究唔出來，個米線做唔出來，所以有像我繼續在研究啦，當然攏當然攏頭嘅研究，我就高雄嘅水果，我攏會吃看哪看有法度做出來嘛。所以高雄的水果其實也真係了解的嘛，攏食過一遍就做出來啦。幾多遍，當多遍咧。所以頭都講嘅安尼牛年的口味的黃梨糕，安尼應該就是算女性限定做出來啦，因為頭都有講牛年的對什麼補氣就無好。所以人家觀眾朋友準講今日來高雄啊，想要來買高雄的黃梨糕，我買本什麼朋友我記得買桂圓鳳梨酥口味哦。再後來我哋有看到吼，一個係你買嘅東西咯。也係我哋嘅水果牛軋糖系列，也下說咧，也係我哋嘅香蕉可可嘅口味。香蕉可可哦，來地度主有強調關。我哋嘅水果系列嘅牛軋糖特色做喺老市面較無強用，我哋無加乜嘅香料、防腐劑、色素攏無，我哋做用清新鮮嘅水果乾加到嘅牛軋糖地度，做本大家食到。食物的原味，但是真正含咧咱們厲害做法咧，因為頭都唔看講香蕉可可嘛吼，不過頭都俺咱開始食啦做底部時，含咧可可的米絲，不過從黃梨糕強用，都會一食咧，用這位米絲會慢慢出來，就是餘韻不絕啊。強調關窗嘅係菜外口味做係像我哋鳳梨乾，鳳梨乾加到嘅牛軋糖地度做係我哋鳳梨牛軋糖，還有嘅桂圓嘅牛軋糖。我哋牛軋糖主要做係用希望大家好，咩強用，做適當嘅，什麼嘅地度攏做得適當，我哋高雄嘅水果安尼。所以黃梨糕也好，也係牛軋糖也好，其實都係用高雄菜地嘅水果去做每一種無相同嘅口味。唔過應該係呢個，除了用高雄嘅農產品以外，其實係想喺本大家嘅登錄嘅印象，都會係呢健康嘅，會係呢用我哋真實菜地嘅水果去做。所以頭都講無加乜嘅甜嘅米絲啊，其實相對應該講唔會咁麼甜，不過其實係呢種因為講清香，係慢慢係在地部慢慢嚟發出來就錯嘅啦。今日食嘅黃梨糕變牛軋糖，當地有兩種東西，還有按多種口味嘅變化。各位觀眾朋友，思倫唔但唱對做點心個有想法，而對設計嘛真係用心哦。等你休息一下，等下再歸來談一講。
像俺吼，就上爱用俺的文创商品去让人介绍俺的高雄的地方特色，所以讲俺都弄劳动到高雄的东西，把到俺的文创商品底度吼。一下就係日本時代唔係有嘅 Q 嘅打狗巴節，一般俺就是用新的，一下高雄一幾年變化動盪，俺就做一隻新的打狗巴節，像有乜嘅呢？像俺就也係俺就西子灣的風景，也係太叔的 Q 鐵橋，也係俺就流行音樂中心，還蠻喜好咩動靜，也係俺就客家上前之外，俺就閩南的客家莊。也係俺的夜市街，龍虎塔，俺的做養蓮池潭的龍虎塔，還有俺的中央公園捷運站的中央公園站，也請好一種係俺的也旗津的旗津風車公園這片寬段來俺的高雄的風景，也做係俺的畫個新的打狗巴景，俺的除了個打狗巴景啊，俺的還有一隻。俺就去甲設計嘅也係紙模型的小公仔，係其實做俺的八路大樓造型嘅，係就專興去甲老去做起來，去做得安尼，做一個種紀念的燈品。一下咩也係俺的老一下君鴻酒店沒有批下，其他就會住房小禮，還有也係俺的去甲研發，俺的高雄愛河唔係當年嘅端午節攏有划龍舟，俺就去甲。設計嘅就係一隻龍舟，划龍舟，也係俺就去甲設計嘅公仔很多冰線熊，用冰線熊來做俺就吉祥物，就係俺就入邊很多哈馬星嘛，哈馬星以前就係同日本時代去做叫哈馬線，哈馬線就係冰線嘅意思，俺就用冰線來去做俺就嘅吉祥物，還有也就係俺就。很有趣的一隻東西，俺就細漢時節上會看到嘅個乜個萬花筒啊，佢都佢哋用三角鄰近的迄原理做老去做到個萬花筒的東西，俺就吼米倫俺咩位老呀包裝的設計融入像俺就會蛋卷啊設計目前咩頭，也以後俺買俺就蛋卷嘅包裝實體做在做俺就有童趣的萬花筒。俺都希望俺有個時節，俺做的東西，除了設計，俺就沒有融入一些俺就細漢時節啦，係一些童趣的東西，都給大家體驗一下嘅。還有俺就一下咩動手，俺就會遊客同分享嘅，就是俺就用俺就高雄的個風景去做嘅造型的字，就造型的中國字，像俺就一喺高雄，所以俺就用85大樓啊、貨櫃啊、老輕軌啊、輪船去老去。變成了一隻圖案，這一係俺就做養做係俺就舊城門啦，老亞龍虎塔嘛，像愛河啊，做係俺就俺就大家講嘅划龍舟，還有玫瑰聖母教堂啊，還有愛河的風景，像一種做係俺自家親校嘅做係其實雙倍做係用俺就客家花布的髮飾，還有俺就客家文化。還有俺就嘅蘿蔔、白玉蘿蔔、閩南嘅白玉蘿蔔，還有乜嘅美濃紙傘，還有銅髮，俺就去做嘅一張明信片。本從一張明信片頂懸就做得看攏俺就高雄嘅地方特色，攏土地度，像也較簡單啊，一款就佇岡山做羊肉爐，岡山羊肉，還有個煙囪，所以講吼，唔管係俺就嘅食材，係俺就嘅文創商品啊。俺攏希望大家都俺就嘅產品底度做得體會更較多俺就高雄嘅文化老特色，身為高雄嘅一份子，俺要當氣氛老俺就嘅東西推廣俾大家，去俾更較多人知俺就高雄，知俺就高雄嘅文化老活力。觀眾朋友，俺叫係咩感覺？人嘅同事有時幫人鬧呢，唔可以送伊個，你真的很拔辣。
也係最近有看人時常加班，唔想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唔通送伊一包只有你最忙。啊，時輪書行嘅係你買嘅喏。愛清電影下，所以愛係萬人迷。咁所以觀眾朋友咁啲啊，地杯包裝係你買嘅東西喏，頭都按你鏡頭答咁講出來哦。只有你最忙係你反酸，你真的很拔辣，除咗喇拍滾。啊，萬人迷係你買嘅水果滾咯。萬人迷做係愛的王梨滾。像我哋看到個包裝啊，其實咱們電影上很可愛啦。像一個喇叭咧啊，講你真的很拔辣，其實有些開玩笑嘅樣子，故事一個喇叭咧表情啊，都乖乖，咱們好搞。那像一個反酸啊，有講只有你最忙，故事也係反酸當個花誒，10倍位啦，還有公事包啦，還有數據嘅表示一個人真係咱們無限。啊，我想問一下時輪，因為上到一個水果乾去做按神奇嘅包裝咯。除了我就吼，一下我就嘅水果攏用高雄嘅水果，我就我自家烤啦，應該是我自家烤，我動烤一些咧在地嘅一些插畫啊、畫圖嘅，係，所以我就包當到嘅設計，包括我就嘅點方啊、別方攏有一些設計，攏係老在地嘅插畫家做合作。像我就一隻包裝做喺老在地一隻叫變現象嘅，係。插畫家做合作啊，就希望吼一下少年人們較看到我度嘅包裝，做得來是一種較健康嘅東西嘿。故所以一下產品唔單唱講係你結合高雄嘅農產品，其實係結合嘅高雄呢度後生嘅人嘅插畫家啊，設計師佢嚟做包裝都超嘅。做得次數可能我度嘅果乾嘅部分。哦，觀眾朋友，一下我哋現場有看到3種水果乾，我哋同時向時輪介紹一下，一個係呢，反酸乾，一個係呢應該係喇拍乾，一個係呢，哦，一個有嗰種，一個黃梨乾，其實係呢看得出來係呢黃梨嘅黃梨乾哦，啊一下我哋先試一下喇拍乾。我就當初用來做一下水果乾來，做喺希望一下人哦。搶白嘅米線呢？嗱，其實咱們好食搶白嘅個喇拍嘅米線都像，正常咧咱們新鮮喇拍嘅米線呢。係啊，平常時愛食零食吼，不如來食我就要用天然嘅水果，吼冇乜嘅添加，冇乜嘅添加嘅東西，我們吃得到食物為原味，做喺我就嘅水果乾，係做很好的零食，營養攏土地度安尼。我估所以一個水果乾食得到營養來米線，一個同蜜餞係應該係冇嘛相同嘅做法，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一個水果乾係呢用嚟能可以保留營養來嘅新鮮嘅米線。做我就做冇講蜜餞係有鹽膏啊。其實係唔多食到，其實係泡到糖啊鹽底度嘅，啊我就係過一下係過一下鹽水糖水，啊我就做拿來烘乾嘅，用低溫乾燥，將做隻保存佢本來嘅營養價值係。咁所以土槍人哋頭都介紹嘅牛軋糖啊、黃梨膠咁樣，其實都可以用水果鹽來嘅甜味啊嘛，盡量保留營養來營養嘅成分都錯嘅。好，一下人哋唔單唱食啲東西，咱們有高雄嘅特色，人哋一下看到一個作風魚咧，哦，咱們講嘅貨可以同人哋介紹一下，一個係呢乜嘅包裝冇？哦，也係我哋點方嘅人氣商品。人氣商品哦，觀眾朋友一個人氣商品，我注意聽伊講哦。我到當到嘅國外來係朋友攏同好買我哋嘅黃梨果嘛，啊其實看到我哋嘅包裝，哦講，我嘅包裝。本來帶轉一下做紀念品，我就用嘅設計做係，也係我就黃梨果嘅盒嘅，我就每本期講浪費嘅紙嘅，我就做攞去做鐳射雕刻。做鐳射雕，從入嘅應該係呢高雄嘅85大樓。係85大樓，入邊係85大樓，然後嘅龍虎塔啦，係啊順豐還有呀摩天輪。哦，摩天輪，哦，又係高雄嘅摩天，咁入面有一片。入面係愛河。我就講愛河，喺我就搞高雄啊，係一隻在夜安普屯礦其實喺我就高雄嘅一隻項鏈。項鏈，我就是安尼，人會介紹。所以魚咧 love 睇下。係，可以一片。咁一個另外一面係咧嘛，高雄頭都介紹85大樓，過愛河，過入面係咧。另外一片我就喺講吼，我就高雄一下有
700公里的个脚踏车步道，然后就迄单车城市，嘿单车城市也在主要迄介绍然后就迄骑行单车步道，每处同就点附近的，希望大家拢做得来运动安尼。哦，故所土枪头刀的安尼的水果干共用，还咧像在地的插画家对佢合作，咁也个迄咩也系同高雄在地的插画家去合作做出来的呢？也迄爱本来迄爱去家上的，唔会帮爱将请人帮爱做设计，爱就爱去设计也种合袂好，生态自然做迄爱上会留外国的朋友介绍爱到高雄，唔做得困合袂好本爱就拢用中文留英文介绍爱到高雄，爱希望家就拢。全系拢做得记得行到来个也在地方了，嘿又没有机会拿到其也同时留其朋友介绍安尼，嘿有的时阵也就咧做包装设计的时阵，也拢希望做得留下到一些生活的美学的东西、设计的东西融入到下头的生活周遭安尼。我说俺能可以看到一个。包装啊，其实讲诶含咧高雄诶特色、高雄诶故事，啲嘢产品黄梨糕啊、水果干，其实嘛系用高雄诶安尼诶农产品来做。还有都迄啲一开始讲诶电路，其实都希望大家来到高雄，咱可以买得到诶电路，送拿过一本送朋友，都有咧心意诶表现。我问一下，一个迄每场高雄买得到，也喺我上面路，我都可以喺网路上买得到咯，也喺我去台北那也可以机场买得到。我到店方的东西拢有分名录版的，然后加点高雄限定版。高雄限定版。创业组迄专门为了给旅客去设计的，所以拢同下到店方站买到，是高雄限定版的。哦，故说以前来大家以前来到高雄，咱识得到，来了，咱识得到，咱买得到出咯。这个设计真是很咧这么厉害，真是很咧这么有想法不错的啦，真是。让人这么感动，咁我想去抢本思论吼，唔咩高雄人，佢都有讲係咧苗栗太府下來客家鄉親嘛，咁唔咩高雄人因為睇高雄留研究，又想去同高雄做一啲推表高雄嘅電路，啊同人做很多事情，係咧用嘅言用想去留下高雄咯。唔敢講，是我用嚟講係做係我同車老人講係同苗栗來嘅高雄人。同苗栗來嘅高雄人，因為我到下來做邊都也下尾差唔多20年嘅，係我做真實有喜歡一隻地方，喜歡咱高雄啊用嚟講天時好啊，天時好一年到頭來攏係好天氣，日頭鬼來都錯嘅，日頭來啦，人又熱情啊，用嚟講佢一隻地方佢生活吼，唔怎會感覺。步調，個節奏，大家攏覺得很悠閒，這加上來到高雄人熱情，這青島人講嘅高雄人最熱情，所以將我有嘅時間，我點方有嘅人客佢同外國人，我攏會老伊講，唔來高雄做乜嘅事情，去滿路，去做乜事情？去滿路，高雄人一聽我老唔帶動唔上去嘅地方。剛剛這所以我就一隻高雄一隻城市，吼做得給人家感覺最驕傲的地方啊。所以講我就也因為我就咧做電路，我希望我就嘅電路，然後我就嘅農業，然後觀光，係本來攏係一體嘅，係我做得互相串聯。所以我就將會去做，偷來做文創嘅東西，希望大家做得見我就嘅產品，好去了解我哋高雄嘅文化。咁所以係搶本思論本陽係呢高雄人嘛？哦，係本陽係台北人。台北人咯，咁所以苗栗下來高雄都所以你看同台北人講下怪來高雄講下喺嚟都所嘅。係佢啊，咪冇轉去嘅。咩啲台北來嘅高雄人都所嘅。台北來嘅高雄人，佢咩同喜歡人喺度高雄嘅一種氣氛啊。好。觀眾朋友，我哋今日就問到車思論同我哋介紹完對創業嘅故事，還有啲同遇到嘅乜嘅困難，還有伊啲咧想去做高雄嘅電路嘅心情開始，同我哋高雄嘅農產品啊，同我哋高雄嘅設計師，還有到插畫家，全部都串流行起來，想去透過也嘅產品，
同高雄的故事、同高雄的文化，透过也上边去同大家介绍，讲一个心意真是用俺的南部的乡亲听我怎么感通，今天俺们多请思伦给教授俺的访问，谢谢思伦。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哈。希望大家有闲有时间做啲轮啊，就点通坐一下，来啲点咩主头嘅鼓山渡轮嘅附近呢，系有过来嘅片拢做啲来坐一下，带俺到高雄青菜地嘅电路转起身。好，谢谢思伦。观众朋友，今天俺们吃了这么多王梨糕，还有一道点心，等下我记得过来同俺们欣赏好好运通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哟。我是永新，今日要教大家是椅子毛巾操。好，我们搭配了椅子，好，加上我们的毛巾去做一个结合哦。好，刚才更加来介绍我的灯呢，大家注意哦，灯呢唔可以有轮，好轮子的，好唔可以有轮的耶。好，最好有椅背耶，安尼坐凳，咱唔好看唔好弯倒，甲有个稳定。好，甲等下呢，坐凳的时间呢，好，一定要无晃动诶。好，刚准备好诶无？突然呢，通下来做毛巾操，好，加上椅子哦，来做一个暖身哦。好，来坐凳的时间哦，无扑背哦，腰背要挺直。好，两只手压上来，慢慢的伸在上面去。好，并个唔个降紧后背，好，降紧后背两只手拿好，好，做一个，我跳拿往前哦，哈，低前面1、2、3、4、5、6、7、8，好，降紧看上面，沿住看上面，降紧要绑上来哦。好，1、2、3、4、5、6、7、8、9、10，好，过来中间，好，更加数再慢慢的在下面洗，系睇降紧在后背。好，在下面洗，好，我紧条后背洗，好，做一个左右摇晃的动作。嘿，我感觉讲哦，我腰围有运动到哦。好，来1、2、3、4、5、6、7、8、9、10，好，也呢个简单。坐凳无方便的人像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还有平常喺办公室坐凳坐太久，肩颈啊，还有背囊个软痛的、个酸软痛的，仲可以做下运动哦，好，来，来同样的毛巾哦，放在前面，两只手拿好，好，来做一个划船的动作，好，按个两只脚呢，好。合起来合上来哦，好，低前面来做一个划船的动作哦，来1、2、3、4，做得好哦，加油哦，6、7、8、9、10，好，请好，并个胸腔前面，好，来做一个上下交叉的动作，好，来开始哦，1、2、3、4、5、6、7、8、9、10，好，休息一下。有刚刚的树叶片，我讲有搞个强数毛，刚那个
背囊啊，还有个钢筋啊，还有个杆条个骨强树木，有吼。好，再来一次哦，吼，一样数牙膏边的安尼呢钢筋风，好两只手拿风来，拿起来，好来做一个好钢筋前弯的一个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来做一个顺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还在哪？来边的下面试试，好，第前面扣轮，好，做一个左右摇晃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用下来，请好，好，来最面咯，然后来做，开始来做咧，咱毛巾草的哦，更加长的数牙膏，好，第五个做片板高起，做一个停留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过来中间，弯片的哦，好，弯的右片，反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请好，好，休息一下，好，更加左片做下，右片做下，然后来做一个扭转的一个动作哈，来一样数牙膏，好，左片往过去扭转，一，看后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过来中间，好，第五个右片往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过来中间，好，左片往过去扭转，一，看后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过来中间，好，第五个右片往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过来中间。记得咯，观众朋友，坐蹲等的时间，可以铺背哦，安尼铺背做冇效果的哦，一定要臀的腰围，还用个背囊来存好，来伸直哦，哈，要做一个延展的动作，安尼那么腰酸背痛哦，可以消除呢腰酸背痛哦。好，最美的动作，好，来，你看到我的脚会挺上来，脚趾头挺上来。好，再看一次，挺上来。好，安尼夹安尼的数哦。好，当挺上来的时间，安尼的数呢，第一个前面，嘿，打出去。好，做20下来呗，开始了哦。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加油哦！15、16、17、18、19、20，好，很棒哦！来吸气，好，吐气。再一次吸气，吐气，
好，阿能更加从体的动作，来练习到最美的动作哦。还记得冇？阿能体的动作，好来，两只手压上来，好，第一个左边弯过去，好，我将给我绑好床哦，一、二、三。是两片呢，师傅一定要坐好稳哦，唔可以移动重心哦，哈。8、9、10，好，舉嚟中間，好啦，彎嘅右片彎過去，1、2、3、4、5、6、7、8、9、10。佢喺中間做扭轉哦，左片扭轉過去，可能嘅後背1、2、3、4、5、6、7、8、9、10，好，回中間，第二個右手片彎過去，1、2、3、4、5、6、7、8、9、10，好，過來，好，左片彎過去，扭轉，1，看後背，2、3、4、5、6、7、8、9、10。好，過來中間，好，第二個右片彎過去，1、2、3、4、5、6、7、8、9、10，好，過來，好，還記得冇？阿能最尾嘅動作係，好，我腳係挺上來，係挺上來，加上我嘅手。伸出去，好，20下準備哦，好，準備好嘅哈，開始了，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來做一個緩和，來吸氣，好，吐氣，好，聽你耶，來吸氣，好，吐氣，最美麗哦，吸氣，吐氣，好，今日嘅動作能記得了冇？好，大人、小人、老人家仲可以做哦。好，尤其係我哋坐尾班嘅坐頓打電腦嘅，好，唔好趕時間冇。好，一天休息嘅時間啦，還是中午午休嘅時間，都可以拿毛巾哈，都可以做嘅運動哦。不論嘅肩頸啊，還有肩頸啊、酸軟痛啊，可以減除，好，可以消除嘅腰酸背痛哦。哈，好好運動，我哋下次能來了哦。